万万万不可驰骋。父王，我们小道应有外父，父王万万不可驰骋。君后，我们之外漫天大雪，堂中埋伏，日后是好，君后万万不可驰骋。万万不
你，同样害他，孩儿不怕。放大了胆，跟随为徒，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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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将在二哥安心盖世的英雄，心藏东吴数倍，只剩此仇，我是焉能不报？焉能不报？
啊！啊，将军，杨言，看那黄忠一招未交，败下阵去，莫非惧怕你我？嘿，休得胡言乱语！你我赶上前去，定要死于他手。对呀。老将军占了此一时机，就该回应报功的差事。俺要到两军阵前，斩那东吴八员上将，方显我黄忠不老。老将军啊！当初让人相讨，哪来不到大将军为老，我的死亡老将军，看今日天色已晚，你我暂且回营，小打小狗不回也。这句话讲得好。
亲戚这日夜，杀气满山头。按州，元帅之命，不知神父日何，待俺引外一望。大败而归，太末将抵挡。
将军呐、
金头玉刀，金本潘璋所用，杀伐厉害，是俺夺路而逃，也不知此事是什么所在。看前面事意不妙，待他前去躲避便得了。
你
元帅追杀刘备，去战！
好。